义市政府鼓励着65岁以上的长辈到牙科诊所检查喙齿、洗喙齿，安尼阁会当参加摸彩抽大奖哦。 组织提出802计划，希望80岁时大人会当保存20支以上的自然喙齿，有健康的喙齿，才当食土豆食到老。65岁以上的所有的住在嘉义的乡亲，你可以到我们的合约的牙医诊所，你可以去做洗牙或者健康检查。嘉义市市长黄敏惠讲，嘉义市中价收入好加喙齿的补助，除了洗喙齿、口腔检查会当得到抽奖的礼券，还有团体清喙齿的比赛，第一名的团体会当得到上万的奖金1万块。一定要有对咬牙，才会真正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。 体科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志明讲，过去3年来，台湾新冠肺炎疫情，民众若喙齿痛，都唔敢去医生看，等到发现问题，就已经真严重。医师就呼吁民众定期洗喙齿，互医生巡看卖到有问题，就免惊喙齿摇落害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